各位聽眾，歡迎老人到底來本嚟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我人要講嘅話題是拍手情。拍手情呢，我為咗隻拍手情，就會請隻謝你留嘅邊到底嚟。我係個見到我，個見到。特別見到有聽我嘅話，有聽我驚不來哦，我驚不來哦，我驚不來哦，即大佬係驚唔哦。嚇，就是拍水情，還是拍手情？確定講，我會 explain，我會解釋，可能聽本。OK，即個禮拜呢，我哋就是講拍手情咯，就是真早以前是會講過，未講嘅話題特別。講嚟講去冇講到，誒有當時嚇講未講時啊，冇人敢嚟嘅咧，唔敢嚟。一當點知禮拜嚇，成個響嘅人加了撞就嚟喎，你真係住地響未講嘅有金配，辣椒金配。只咪只個背天嚟過關咯。金配歡迎嚟啊！嚟，看到你有啲唔知道歡喜，歡迎金配，แล้วก็辣椒咯，辣。嚇大坑咧一本留意 broadband 咧當見留曉一本留意歡迎大家好 OK แล้วก็กะ即係日本到底日本嘅位即係小妹唔是家長不唔是嚟講啊係小妹是家長不對歡迎 Hello 大家好嚇แล้วก็我是第二條嘅大條嘅嚇你冇 broadband 冇呢你接落嚟都有 broadband 呢？哇！我接落是 broadband 嚇。啦，你頂到坑到大咧，啦，接本留依個定嘅咩？你講到超多，找冇見啦！哎呦，我找冇見啦，馬下姑，哎呦，找冇見啦，或者見你嘅短，係咧，你好拍情啦，你把嘴啦，當然，有時我嗱見你嘅好拍情，哦，你一個我人有啦，找冇見啦。個我人嚟日本另外就日本嘅嚟浪可能。Hello，我係較大條，我係是 fiber。哦，你 fiber 呀？Yo my god, that makes me hot. That makes me want a Panasonic. 誒，你 fiber 你 down 你就借 down 就借 up。聽無。特別我這樣是用 WiFi 所講。你特別你 fiber 來搞你隨時就借 down 個 up 就借，就借。我無 download 過去啦。嚇。我自己無 download 過去啦。特別我朋友我一 download 嚟講我，是講4 gig 嘅 BD 是 about 3 to 4 hours 咯。4 gig 啊，3 to 4 hours， 快咩？快哦，我唔知啊，差不多啦。我本未曉噃。誒特別你會做 speedtest.net 咧，我講開就直 up 就直 down，但日本是真係快我知。你先你好啊。曱甴咪是 fiber，會曱甴咪制。哦，曱甴咪是 fiber 嚇，曱甴咪靠較大條咯。fiber 100嘛，100嘛，fiber B 較大條。100刀啊？喲，我計未得。較快。哎呦，本我等我先問上先你是等我看，先上先你是150。150啊？120啦，我就 Mbps 啊。MBS 啊。哦，哇！Oh my god！ 那是我150咧，我特登做 live broadcast， 就冇清三冇正確啊。哎呦 ，OK， 咱講嘢係啊，啊，教王爺，做教王爺，加半個雞蛋。你係啦，我起蛋啊！你講我另外一隻特別嘅邊呢，就是大佬歡迎。歡迎大家好。大佬是就啲英國，已經唔要聽學緊話，所以實特啲後尾講個人唔要緊。你有本來聽講，真講拍超情個囡仔頭尾聽。
แล้ว當佢 OK，咱咪講緊 internet 嘅 orgasm 啊 ，because 我想到150 megabit per second download，我就直接鬧喏。哇，咁樣學 extra 學嘅你教，把你教有10個 down 呢，好閃。normal 啦 ，American 嘅平常時 connection 係 about 1 to 2然後呢，they get maximum。你招嘅咩？哈，咩？咁咁時候俾私人啊冇？你做啊，我47喎，我好咯。按你照咱再當 broadcast 咧 movie 咧 camera 咧。That's what 我是 because 我特別啱嗰時就照 up 是one，特別你不講就係 live streaming，不講就係嘢，不講就係。當你看咩時候 up 真係啊？我 up 把你講1，我嘅效率把你講1 megabit per second upload。Oh my god！我去日本嘅時，佢係爽嘅咯，日本佢係快喲。OK 啦，計啦，節目等下話第一，咱看假設會調還是調啦，拍超情。咱咪每個人是講拍超情，人明白啥物哦？你即係兩人個講拍水情喎。拍水情打水槍嗎？等人明白。唔是打手槍咩？打水槍咧，我諗嗰時打水槍。哦，是咩？我想是拍照吹超嘅情。數啦，數。打手槍。用手去拍，用手拍水。係咯，冇用水拍，用手拍。水情。冇意思，想我拍咧，伊情射水啊！我哋那款半嘛，就用手拍的拍手情，用嘴拍的拍水情。唔是吹啦，吹是講吹，你是講吹唔是吹，搞個垃圾咯啊！之類。吹。OK， 咱講到對拍手情，咱學啊，即係大佬講起大佬。你有日本佬啲經驗冇？冇，等陣問下。唔係，大佬。你會記得頭一擺？未記啊，冇乜記。阿格，你是幾回記？17、8歲啊！你老啊！一歲啊都。你老。講冷都幾歲？嗰個電視啊，17、8歲咯。電視 start 起啦，幾時個仔？17、8歲咯。17、8歲怪老本啊！啊，到這裡呢？來浪呢？來浪，咁佢講大波老，來浪呢？哇！我好早咯。嚇，幾歲？幾歲？10歲。哦。自己揸色，自己扮色。10歲。我看到。10歲。我看到。我講到香港我驚嘛，佢個揸話都3歲就幫嗰度。特別冇相啊！你見那是幫嘅啫。啊！你見那是 X 幫嘅。一出事。出事咩？伊唔知是係咪？幫是嘅啫。伊唔知係咩？哈！你繼續拍呀？對，想是幫交。我拍啦嘛，係關事嘛，一個中意捏咪啊，就哦，這是個機制咧，識驚達掉嘢啦，達波識驚達掉嘢。我奇怪咯，我個荷蘭咯，一做有一支唔見咯，程度比程主講嘅時候，我攞拍咯。哎呦，是你咪識掉咩？你講 education。咱咪使拍 executive 咧，不但唔是驚去，不但。冇啦，我是講拍手嘛，去幫啊。哦，你未成講不但當係時驚講，哎呀，少一檔我條拍，不但唔加檔嘅。是咯。未使幫嘅，你當然你款笑。嚇，或者講，哎呀，你唔知要幫就是唔知。叫我拍手。我知啦，是不是叫你拍一個骨膠？我是講講。超來，用嘴味。我知，特別你唔是想講解講別使幫嘅，是不到唔知伊唔加成大漢嘅師傅唔加當去哦。哎喲，係啦，話老師行，伊唔知驚正
正格扣掉嘛。哦，特別我一3歲可能未曉過。然後我咪諗，未曉伊都唔知啫。係啦，就是未曉 I mean concept 未 grasp 未 concept 個。然後啊，咁配呢咁配，你咪經驗。講嘅啦，我係寫淡薄年，變成講我家己嘅嘛。係啦，我咪講你家己啦，你家己都冇情，我都怕。你話就我冇嘢出嚟了。你出情啊！我就係冇啦，你要四支 pistol 了係。我就係可能。係嘛？過嚟咩？豬先呢？豬先呢 ？I think 大佬嘅聲冇咩好事，大佬都講話 robot 係，大佬啲聲唔係。冇個冇一下 ，OK， 有撳佢講。一隻仔應該是13、14啊，你看咯。係我們是差唔多14歲，然後還是我去中學了，我是我在我到底中13、14歲時候對。OK， 我看你講 ，OK， 咁佢咧人做仔呢？你是講人做拍手情什麼意思？你講的查某叫拍手情咩？還是講白包？你是在關係打包拍手情？查某嘅時候。查某嘅應該唔是個。查某叫咩呢？但是講查某叫拍手情，查某叫拍咩阿蹦啊？我自敗，我查某係自敗，我自敗。我阿蹦，我係咁樣講。你就問下個朋友。花花。你就花花。你問得水啊？蹦啊蹦嘅泡花。做書。Oh my god！Oh my god！你查某叫咩？特別我講條我係朋友啦，叫做國白。我被咪意思叫我自敗，是意味是我自敗咯。我了我嚇，少。Oh my god！我笑到你變咗我咁嘅大漢。堅啊，咗。查某咩？查某啊，人家堅啊，個 L 做啊，你見？係咪較堅？係咪做較？老實講，較細漢隊開始做啊，係個白。那個冇。未來畢業就知啊嘛。等，咪咁配人咁配講者。咱特晚講開未？特晚你講啦個白啦，你講吧，講起你講無聊，咁慢慢吃了，忘 interrupt 咯。你唔係話查某叫阿咪，查某叫我自敗。我自敗啦叫。是啦。了。是啦。了講。是安尼款叫啊。了。有你個幾時開始我劍。你實講嘅啦，喲。OK， 你阿家其實唔是你個劍，唔是你個劍。嗱，先講你朋友人參一點嘅啦，阿家是幾歲呢？應該不是，安尼可能會先13歲。13。你是唔是你無可能講啥？家己你有是參着朋友講起，然後你是家己學家己讀冊，讀啲 internet 上面，按照去吹掉吧，所以我哋個白卜卜呢？個白卜卜。讀冊啊！我讀冊。看 magazine， 那個是看 magazine 仔。你是看 magazine？ 看香港嘅 magazine 仔。你是讀掉，你是家己 try 呢，還是你already start 咧？特別你睇原來是別人問可能。我是讀我呢查某本字嘅可能，我也係 magazine 讀，我係朋友讀，我朋友讀我都問是唔是嘅可能，伊講嚇是哦，因為我朋友是有 try 過。伊甲我 share 可能物件哦。了你讓朋友啦，特別係朋友啦，講起啦。了即係咧嚟浪我嘅嘛？嚟浪咧？嚟浪冇啲 ，OK， 嚟浪去啉水，看你個到底嚟，你是特別，我們每即係大佬呢，大佬都聽到是想咗我哋呢。聽到我哋冇想到聽。
我是想你講朋友是電咯，想定你佢啦，我講過啊，唔是啊，sex education，sex education 是，我就是諗一定講起嘅時間做，你特別打波，你安怎 explore 掉，你安怎係只頭一擺去做掉，是唔是你是朋友講掉啊？是你去 try 呢，還是你 already start try 呢？還是過來 discuss 呢？這是一定 discuss 啦，and then after that 你看 Playboy check 嘅時候，咩事？都家己來啊個，冇想你講了咯。特別你是在講，你是安怎咧？你是在講你安怎嘅在講佢安怎嚟 process 哦拍手情安怎呢？安怎嘅在掉你是學呢，還是家己 explore 家己 try？像你講你驚係家己 explore。唔記咗咯，冇時間家己用手蹦蹦蹦蹦。你攞是蹦蹦蹦一個 A 咧咩？你特別 try 冇冇跑成。特別我看細漢甲大漢你有無識，你 technique 是像嘅咩？但係是有無識，啊咪細漢是頭一道我 explore 嘅時候，有可能你做method 個無像嘅你當機咪是嘅。哦，我嗰時未記咗咯。細漢時鐵頭佢拿刀嚟啦，冇鐵頭啦，乜啦佢鐵頭咧，佢咬啊度阿bomb啊個鐵頭點樣做？你一頭部阿波就冇鐵頭，當然你有教人家做一頭部拍住情嘅咩？咱每看啦。冇啦，我拍咩做 ？Oh my god！我冇明白阿姐，啷特緊啷時講，你成講即係拍手情是 completely replace。除非阿bomb 來紅青灰先拍佢幾拍，嘅嗌先。紅灰是對家己拍，無啦是講你無得對講你即有需要特別去整三百聲嘅咩？你紅時去買變呢？免家己整，去你邊安尼款講起來吼，大佬正好命本吼。係啦，那是講正好命本都做安尼款。是啊，你幾驚啊？沒發生。是咯，幾個啊？你是未襟配啊，還是未哇？滷。未滷。哇，一年啦。哦，哇，一年啦。我搞本咯，佢後叫你睇。依卡這是引導是哦。你做咩？哦，你大佬都只引導呀。聽冇聽，講啥？大佬都只引導呀，你免點有阿崩。冇啦，特別我往沙兄弟，我個是模特兒嘛，一個引導。哦，等我看你上一看。哇，我冇引導啦。你個引導啊？因為我哋看佢啊，我個引導，安尼唔使講啦，講。哦，你個是出名嘅，你個是出名誒。唔是講出名作品咧，講過咩啊？講起人較濟白啦，像咱幾十年代、80年代啊。誒，夠你成個年代一路年代啦。privately 叫 message 啊？privately 叫 message 啊？啥？誒，對呀，嗱一個人打一個來拍對呀，係啥？對啦 ，OK 對。我好名我你揾講下咗咯。係啦，大家好名。我冇明白，我是想講，我是點樣 ？OK，嚟咯。跟住問運動嘅咩？咩運動？嚟梅嚟龍。嚟龍，你聽到我講未有？伊講定到，伊講免拍出情噶嘛？人哋都有阿蹦了，教應啊免。主要就是講伊應該是引導啊教引下。啊，是無教引，I mean 有查某咧是講啦，有這 sexual partner 咧就免咧。嗯。是咯，我就是講伊應該是引導下那個隨 sexual partner。哈。有的人自私人就隨便掉 sexual partner，sexual 咩講 sexual 啦，講 partner。係啦。你除了啊喂？對啦。對。我嚇。嚇為了。我除掉了。除掉了。啊，會無？啊。了 OK，了，咱嚟講。聽到。嚇，聽到啦。我講到大佬，你會使 privately 叫我，你特別我唔聽你知，你講咩名，佢哋我唔知你。
你 try 下 try，試過在對起一個 sabotage，一個 sabotage 回來，我別再講是事實。OK， 咱講到拍出情，了等我講咩比較好講？日本佬依家嘅爭，哈對。基本上依家個爭亂咗，讓小妹、攞小妹、姊妹有成講有教來有 educate 嘅一隻的呢喎。冇啦，我冇，小母，出嚟人冇嘅啦，出嚟人冇啊，佢講嗬，佢白人嗰個派講，不都講哈？皮腰靠個，嚇講，John 我講下，hello，好，人拍燒情我唔捌講不，我下個位 boyfriend 一個嚇，一次一九啊，一九是 Doberman 啊，一拍燒情可以交我就捌講啦。呀，一拍燒情可以交？一九，我拍燒情可以交就係哦。唔知，做咩事？我拍燒情可以啊。做咩事咧？意見咧，一件。拍燒情就係哦。兩九佢。就煮嘅事啊，熱烘嘅事啊，嚟 spring 春time 加 summer 啊，我哋拍超正前面檔都可以咯。哎呀，你咪清楚啦，哎呀，我平時拍好咧，咪去寫超咯。哎呀，sorry，我唔係聽句喎。sorry 啊，我呢個講你啊，sorry 啊，我唔係聽句喎。我 no comment。你做咩事咧？你做咩事俾人做冇你去笑下？啊，去笑就俾人諗你卡，你切翻啦。哦。搞到拖累，喂，搞時四隻係搞嚟啦，一隻愛好叫為超啊，掠為超嚟諗掉翻啊，你跳，人中意拍出咯。呀，你拍咧鬼喺度傻啊！鬼掉嘅啦，走出嚟嘅，我鬼掉 NG，最走出嚟啊 ，OK 啊咯。呀，你知道 OK 傻啊？還是想掉啊？一定long time 就笑到對伊。冇，我是講你一時 season 就知道呢，就傻咧啊！วันนี้ตัวใต้ผ่านใจซีซั่นจนสตาร์เนี่ย Oh yeah, I did not know. 你是來航是指呢？你腦頭你係咪是只 boring 啊 ？Oh my god, I did not know 喎，我唔知講嘅喎。除另外一隻學醫咧，做咩除另外一隻學醫咧？哦，交半條讓注意交查，咁就係垃圾嘛，一交更愛比嘛。哈，一交更一比，咁就我嚟垃圾嘅。哇，你卡住一比，你卡住一比咧，一等夾低，一粒，哇！而家都冇上次，我都垃圾都騎你交比，我一直都比你卡住。咁配啊，不得佢係騎你交去比你咁配。唔係嗰啲啊，我嗰度騎住可能走嚟哦。走個了去，咁啦，走個了。背起嘅咧，哎呀，我唔知喎。狗咪上冷翻不上，一大垃圾咩？要個張，你個味道，要個在日本佬依家味道嘅咁樣。係啦，味道啊，有時候，你要啦，你搞。特別我唔知講你隻，我唔知講你隻做喺，把喺度刷起啊！所以你隻做喺啲未來炒人咯，啦，把到這 season。啊，冇啦嚇，要出嘅咧，呢度冇炒人咧，要冇條絲係特別矮啦。哦，唔使矮出情。OK，so 好啦，咱是講咱淡薄是講即係咩話？等我看看咧，chat room 入面人走過嚟去啊！睇到人講拍攝成日走過嚟去啊！chat room 人，等我咪 check 過啦。要需要幾人聽？10幾人走過嚟去用呀！淡薄10幾人，等10幾人，都講唔掉嘅數，講唔就當咩事？你 OK 冇啦，我係咩嘅？冇，你要 stream 你錄講啊，辦啊，我冚了去。可能你開太濟唔驚 computer slow 嘛，嗱嘛，對，我當佢要集落人啊，到底你我跟住 audio chat 嚟。或者你是 Ustream 買啦，買bằng Ustream 咩曬，跟住bằng audio 嚟啊。Yeah，OK。聽咯，冇係看呢邊嘛，看啲 iPad 嘛。
啊，看啊偏呀，偏的酸你啊偏。来的，大家说你。娘你 ，OK。忘了，就那就是个那是个忘了爱憋的。哎呀，爽，但是幫個爽，幫個出咯。嗰啲路啊，冇啦，嗱是講出梅啦，你咪算唔算咁嘢啊？咁配人講出梅啦。你買啦，可能咱講嚟就特別，你買啦，可能人要借住嚟使。我唔是講出借，我唔是講出借，我講得幫，我接出門幫，嗦呢，未幫未攞啊，超幫未攞，幫未攞啊，超特別你驗掉就就掃掉。唔是啊 ，OK。我未幫我 iPad。你會幫？你 office 唔肯幫啊？我幫我嗌，你 office 唔肯幫？我叫我幫我嗌。你幫我報嘅嗌，我報嘅你，但是你幫我買啊，我頭剁啦，你借。真正危險嘅，我講你，但是多謝頭。啊，真彩多謝頭，唔要緊，我都驚。OK，咁配咧，你聽成個講到底學等嘅時候，聽到個白人講啊白人仔講打波啊拍出情嘅故事呢？阿邊人仔講。打波冇人肯做呢？唔知，我出打波學位嘛。哦。唔知。了啦，真係日本人依家咁不地咧。日本人依家咁不地咧。我不看，喂，笨啊個機我不看。阿姑我看，我去睇人打波嘅後尾有呀，人借到去check，啊，借到依個顯嘅嘢借啊。你看人去，你是看哪三片啊？唔是啦，真你寫你唔成人啊。你成混嘅人啊，一隻衰啊，但是一個後背邊咁即有一件拍，一個啲你另外奶咪是有一件拍。哦，做咩事啊？我講不看佢手啊，喂樓，即係下個我人誒我下個度個人波點寫是啊，樓下咪是奶奶店啊，但阿妹少大咧有時啊，一奶奶歸哪裡人嘅對嘅都家，我就講人朋友啥事嚟，嗰啲朋友話，嗰啲唔是。一個基隆狗邊邊，嗰啲去大 check 個輪喎。哦，你未必cultural 啦，冇想啊，你咪 cultural 紅燒冇想。打波細人，細人嚇 ，circle jerk。沙哩。誒 no circle jerk，因家己。呢邊是 game 咩咧？冇啦，maybe 一件事家己，冇有咧冇誒。一唔是小刀拍，一是實在會成日 get rid of it 你看呢？呀！喂，真係打波白白啊！你看曬人都看我看你，你看，但你看拍嚟講嘛，嘅咯，未是咩？唔知咧，每看日本鬧嘢呢？普通 straight 嘅人乜嚟當？普通嘅 straight 嘅人就知道。真嘅嗰陣時候。講啦，我而家就不地嚇。我one time 我看到一個 Japanese 打波啦，流直來啊！你我帶狗行到 in the park 啊，你偷一個，一拍超正多到 in the park 唔知哦。哎呦，in the public place 係咪啊？一偷一個，一拍超正見到，拍超正。意思是 because 人看的是 exhibitionist 有可能是。Maybe 啦嗬。哦，John。John 我同你講啊，即係我唔是嚇。日本話真嚇，日本話真正呢。即係咩 public sex 啊？你是拍嘅啦 ，public exhibitionist 啊。哦。呢部差唔多是打波，嗰時打波。有人看喺度嘅呢？哦 ，really？邊可能？我出。有什麼 in Japan 咧？嚟每一啲真一借啊！一 video 就借啊，你能隨便去啦，真借咯。哦 ，interesting。一借啦，三味 video 啊，一借都係做啊，我。嗱，三味 video 就係咪你撳佢講咩？撳佢。即你哋係咪 situation 係？你哋係咪情況？你哋係咪情況嘅時，你會去拍照情？硬事哦，到處啊，就是。去曉事啊。你都冇可能行險，你冇可能做個放嚟，冇可能嘅嘛。較濟是愛得正暗嘅事，暗暝 before 困嘅事啊，還是困車嘅事。有時當時打波困車時會會 morning wood 嘅。我是困車嘅事。喊阿妹啊，同唔知是喊阿妹啊。金培啊，我搞到
講真真啦，講先甲拍呢，係咪負釘先？大佬講負釘。講是我24 hours empty 嘅。是講是我嚟啊。就講24 hours empty。no 十個月安尼我是講哈咪就無嚟講我，有時會咯。會咩？no 十個月啊！講無數無數教安尼咯。哈咪嘅？會咩？你講咩？no 十個月安怎？無數無數。是講無十個月哈咪就無嚟講我，無數無數起曉嘅咯，幫哦，成講你定嘅咯，會嘅嚇，所以你驚，你成日驚個，你是烏龜嗱嚟做，誒咗嗱攞晒烏龜嚟做，嘛成日拍嘅，拍到4號嘅就出了，接攞晒時出嘅了了啊！你特別講嘅，佢哋兩個講係簽句，兩個講係簽句，佢哋，兩講係按照 technique 嘅冇講嚟講是 sensitive 咯。哦，你是講啊，淡薄呢，成日風吹掉本本嘢呢。你好料，風吹就乜嘢？你兩把到底成個打波雜波？誒，特別雜波唔清楚，我冇明白。打波啦，我較知成個你打波你有 indicator 嘅嘛，係啊，你知講其實你是起曉時你知嘛？特別你就是雜波，你按真係知講你，哎呀，袂啊，但係咱講時候咱講咩啊？雜波拍之前叫做咩啊？個白嚇，你其實俾個白誒，你其實按真係知講，哎呀，我必須要。咁配。誒，我會知喎。你就起見啊！你起見，你就係講你辛苦嘅咁講你見啊！誒，你把到底成個hormone哦hormone，你是平常時啦，你是成個講有蝦米物件 trigger 伊，還是你一頭你紅險嘅來紅啊？呢？嗱，紅嘅你就冇講。我是想分車嘅時候，哇！記住成個有淡薄火啊，你看。哦。แล้ว成個平時你會有成個 have sex 嘅時，你看本來成個你有啥會輸藥，然後呢是你辛苦嘅債啦，然後呢係。你是昆車是唔是成個講伊無唔是特唔是有一項物件來做你起見嘅啦，你是無插你風險愛來時就來，唔是講成個有你打波是成個，你想你看到物件 attractive 嘅物件看到打波是雖然是看打波人打上我呢，你對對成個。起見啊！你查某較少嚇，查某你看到成個打波人打啦。查某學劍嚟 anytime 嘅查某。我就是這樣嘅咯。係咪物件？就是我唔是看人打嘅打波了。哈，你是安怎來？我是 imagination。咪我看了嚇，咪我看了迄種 film 啊，嗰時咯，然後你咪見啊嘛，我咪看了，我只看了，我是被 control。哦，誒，但係你睇你只 visual 本咯，啊，你睇你把就看到，你會成個講誒起見咧，可能。我有你查某未啊？當會把你查某看，一本後嘢，你成你看到有蝦米物件 trigger 嘢，哈，來咯。我每隻看到後邊同只伊講是 blue film 你講point，OK，so 我咪另外隻就我嗱 call 住率啦，OK，住率咪講啊，OK， 嚇住率名咪都好咯，嚇住率，你冇咪每當攞嚟就講啦，我當。攞嚟就話，另外攞嚟就話啦，但除咗咁配，攞啊，佢只家陣本地嘅一本嚟，你讓有成個有蝦米物件 visually，還是蝦米物件 trigger，你讓誒即係講曉接哦。是for why 咧？成個 anytime 啊，why 成個見嘅事啊 ，almost every day 都 AI 你知喎，愛做拍條出嚟啊，講咗嗱，H 啲咩嘢都就係講。哦 ，H 啲咩？啦，二十幾歲搭烏啊，20幾歲30幾歲啊，還是一樣錢樣就嘢。我都40幾歲起了哈，都唔講錢樣嘢。And then because 都過10嘅事啊。我們的包裝是太少。哦。hello。kilo 我哋嗰條 graph 咱查某有 graph。哦。แล้ววันนั้น查某我是搬下。
咱有嗰陣講差不多一禮拜要拿垃圾了真正見，一禮拜過啊垃圾都真正見，有安尼款 up and down 嘅有咋？哦，是，真嘅，對唔對？啊，你看咱邊啲學見就 educational，等陣幫過就係。Doctor 劉姨啦，Doctor 劉姨自己 call 嘅嘢。落得係抄落嘅落啊，落得係抄落。落得。係，咱嚟佢我嚟教人嘅知，教人按照拍劇情嚟。你是查某是研，咱攏是講研究嘅時候，我是要想看打波，攏是咱 OK， 咱打波，咱正南玫瑰打波大佬嚟浪，加朱律過來啊，朱律歡迎，聽到朱律，hello， 聽，你聲淡薄對你聲，得嘅，啊 ，OK， 我等佢好啊。咱是講打波咯，是唔是？咱講是打波都好調性啊！就打講打波咯，安怎其實個，咱唔是講拍劇情啊，但是其實要去硬，是其實咧硬嘅，是其實。你是後面咪叫 trigger 嘢呢？同 usually 是嚟講。哇！我甲別人可能會袂講啦。我是我家己嘅 fetish 咯，敢若怎講我見嘅，你家己見嘅咪見啊？我見嘅敢若較安怎講啊？你暑假我 honestly 講啦，我看到暑假誒打波啊，甲是暑假誒安怎講？人啊，較 muscle 那款嘅人啊，甲是有 mustache 那款嘅人。I see。我 fetish 咯，係你平常時成做到啲嗰邊啊，坐火車看到有咩會風險咩係咪啊？去見有當時啦，較袂啦。特別話是搭 public 嘅時，你咁是行路啊，你看到較用刀嘅搭波啊，你看我對咯。哦，所以你是 visual 啦，咩意思是講你 visual 啦，你看到。就你 visual trigger 啦 ，visual trigger 啦。你只看呢朱律呢？哇！嚇，你是按照蝦米物件做路？蝦米物件？看時間喲。看時間嚇，按照看洪水啊。我通。看桐樹啊！你講笑我就我想講看桐樹。對嘅，啲15時。15，你似15嗬？你是看過鳥嗬？似15。我看過哦，咁真對嘅。你係啊？你聲就對特別嚇，你是特別，你父母你過鳥演嘅時就解演啊？哦。werewolf 嚟可能。誒，係啊，你是 werewolf 係有可能是。係咯，要假人扯。哈咪啦，當人做講啦，哈咪色狼嚇。色狼唔是啊，色狼唔是，色狼是咧 sexual predator 的色狼。野狼。人狼啊，人狼啊，什麼狼？人狼哈。werewolf 是人狼。แล้วแต่เรานี่ทำไม่มี嘅รู้打波 I think 打波佢只是 visual 嘅事我冇看到咱平常時行落看是無啦，看啥談片香港看 blue film 是就係咯。你有冇看咯？日本佬而家全部地攏看 blue film 嘅時，會做人即係你小將軍咯。自擺膽，你落陷害啊！你真係 program 咧幫 PG-18 咋？嚇！我諗緊邊度學嘅特特咧，episode 咪是 PG-18。是咩？係啦，把粒聲叫對我嚟講，我哋呢話出嚟，你而家上門啊？係啦 ，OK， 你講出嚟咩字啊？點解你講咩？點解？你講真，點解你講？啱河。我自擺膽，我是講落陷河啊。你陷啊出汁啊，咪是落河呢？可能落陷河。陷啊阿波麼唔是啊？
阿蹦出腳，我是香嘅時一湯啊，係咪咁配來啊？來一湯啊？我那是香嘅時一湯嚟嘅，我講。啊，你不是抌㗎了咯？佢進出，冇啦，偷出嚟轉，偷出嚟轉。誒，特別安怎我無用背啊？就查某，你成查某去演嘅時，落含河時會抌咩啊？我想按每一個 question 啦，只那 personal 嘅 question 啦。嚇，你諗妹？我每一只那 personal 嘅 question 啦，你愛 answer 嗰時咪 answer 凊彩落人咯。我見 internet 是看到啦，有敢若安怎講，敢若安怎講咩出？講咩啊？嗰個答波educate 掉嚇，答波不會。哦，係咪可能查某會生水？我不讀過。我 feel 就是假咯。特別有個人，我聽講有人講有。我做未到嘅事啦 ，sorry。哦。特別唔只少人會聽。就律，我嗰陣時講查某啊，查某誒生水成個做了了啊小條是。有啊，是棒球啊，抓球啊。唔是啊，我呢個是照啊。叫咩？即叫咩？做律唔是叫。做律是老官嚟啊，嘅做律 expert 嚟啊。落得嚇。晒嚟老官。PhD of sex。一邊喺學緊誒dialect 誒落得。permanent head damage。Yeah, permanent head damage。有嘅。你安真係在講是有嘅。解釋就係我聽。你捌家己經驗過啊 ？OK， 我講。你捌看過？掛你戲嘅事。戲嘅人死唔知是假嚇。大啦，戲嘅時候唔是啦，你要聽人講嘅嘛，嗰時你要直接看了嘅較水嘅嘛。我或者去 research 看到一查某寫家己成個 waterfall 呢，呢時間講啊。唔知我是少嘢嘅。答波咪是，到伊了嘅時間，伊咪是會出咯。你查某了嘅時間幾時咧？冇了嘅係。有啊。有抌盡者咯，盡咯，查某盡者咯。有敢若答波喎，答波到尾有高潮啲哦。嚇，查某有哦。對。有啦，有講佢講，after 伊高潮了，伊被當了安尼有。真正擺個啊！哦 ，multiple orgasm 啊！成個我食物件真好料先，嚇咯，係啊，咁配。誒，雜波係真好料嘅，我睇咪看雜波啊！嚟講就咁配，你講啊！雜波好料好。雜波係 multiple orgasm 嘅啫，有見係準。啊，大名準，大名準啊！ G spot， 哦 G spot 啊，哦，你 G spot 人家除你用 Google 係除掉，冇啦，用 GPS 啊，我想你用 Google 係 Yahoo 除，冇用 GPS 嚟，都直接嚟講 GPS，Garmin G spot location， 叮嘅呢。G spot 我未攞 G， 我冇咩曉。turn right turn left 啊！你 G spot 啦，你是你自己 explore 自己吹掉嘅。條線啦，冇你叫係咪咁樣吹？我唔知，我成個都叫 GPS 吹。你是特別大人嘅 G spot 冇上位嘅嚇。啊，是哦。G spot 是唔是掉到啲薄薄嘅嘢？是啦，薄薄南邊嘅是外口冇得掉呀？冇得薄薄得咯。內邊哦，先至部面並逼嘅，我唔捌看過薄薄嘅時候，我唔知唔捌去嘅。我話那是講未去嚟講，我特別請啦。我特別去請多街，我特別請多街嚟 search 過啊。你成日去食航時嚇，來頭頂飛，就是即新加坡即隻曬到已經吹出水嚇，對你講講，即係時間配嘅 G spot 正。
多解。Oh my god！Oh my god！炒到嘢一邊請客啊！哦，好，你記啦嚇，這邊是我嘅 G spot。OK，等陣我，哎呦，大佬，你買架啦，你去你 G spot。OK， 什麼？有嘅什麼？好啦。判啊，佢梗係賣膽啊！哦，你有冇？但係我哋啲妹咧就我未見你，我佢唔知少一個興趣啦。你有冇每個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講你人就冇即係 orgasm 嚇，你識啷自己拍，還是自己搞白啦？啷搞白是用下面 technique 咧，是唔是 ？Because 我就講我聽我讀過講即係 clitoris is stimulus 啊，較爽過係咧我你魯邦對。讓在我講咩？是咯，在。還是 preference 係本來是自己 preference。我冇 feel 到。哦，我啲冇想人我冇想嘅咯，我就係咁配是 G spot 裏面嘅嚇。你特別用，冇咁配啊！你朋友啊 G spot 啦，今日都拍死，你朋友係 G spot。嚇咩嘅？咁配講咩？咁佢哋講咩？真係嘅 G spot 得咯，都唔係夠位朋友見。冇啦，你拍死講你自己嘛，講你朋友咯，別見人講用 Google 吹嘛，冇做咩叫 Google spell G 嘛 G spot 咯。你用 Google 吹對 G spot 咧，你是就係講冇我是講你嘅 G spot 嚇，是到啲南邊嚇就簽咧。你是特別用的歌啊？係咪？還是用咋啲地啊？真係好，我叫名號都制。係咪你叫名號我制？我鳥係咪仔啊？哦，你鳥佢日度啊！冇，所以我意思是，每你講是你特別用 equipment 呢，還是面？冇啊，我感覺就是係啦，我本身而家都聽到一骨打一聲，嘎一聲。哎呦！大佬講，等大佬學大佬講，今日人店學大佬講，哎呦，你驚啦，接架一骨頭講，安怎？大佬講，冇啦，我發呆佢。嚇，講啦，你經驗講嘅。安尼嚟試下啦。我笑到想跪。一時聽到安尼試下，接。講下你經驗安怎大佬？我那都好愛出的嘛，那插入去裏面咯，爆炸，我見到發生爆炸嘅時候，你聽到一聲一骨不開嘅，你講我假是譚皮講後面 G spot 咯，我假是啊咯，是唔是？一分鐘我分鐘。嘢㗎，老講下你試你第一擺，不是你幾擺啊，無老路。啊？OK， 當然唔看，我唔看大佬。你咪再講下你嘅 sexual partner orgasm 嘅是安怎嘅在呢？即係就冇嘅啊！你講下你安怎？安怎而再講你？唔係講得第一咪拍燒。唔要緊啦，你啲 ironing 都係嘅，你 ironing 電波變 ironing。冇你再，你咪講安怎啦？你講下你再講伊搞咧點先搞咧是你再啊？伊咱講伊榴蓮食有時，八嘴榴蓮八嘴是你再。各位聽眾，那是講後尾再講，大佬會播八嘴有時是安怎講？會怪一流嚟到八嘴嘅呢？講你禮拜就俾到對嚟，你我人講這個話題呢，是講個氣色個氣源，個上擺講個小燈，所以我到只小燈嚟講，佢發到上大，แล้ว就 download 個半程時，所以這個禮拜咧就暫時講個一邊，你禮拜兩個就到對嚟跳人接落去講，我人講拍超情。話題第二出，黃延龍到對嚟聽下，記到對嚟禮拜感謝，禮拜再見，拜拜。